再来新闻来关心，民进党伫屏东县的初选，民进党屏东县长初选战况激烈，参加初选的立委周春美以车队扫街拜票，暗时有造势暗会。另外一位参选人立委曾瑞雄有大凯人士收听，暗会声势十足，嘛是要初选立委张家斌是去妈祖庙就抓，伊阁质疑讲曾瑞雄初选开这个钱，安尼到底是免怎行？你若遐天分接到，你会讲啥？台记天后詹雅文随网人伫咧艰苦，嘛是来支持立委曾瑞雄。歌坛马子来徛台，政坛朋友把拢来斗赞声。互咱的庄瑞雄，互伊去甲咱带领，安尼好唔好啦？立委陈明文、蔡义武、关碧玲、陈定辉，各家己馆长洪忠良嘛拢来。咱就是跟他要支持庄瑞雄，对对。大凯支持者唱甲一直会记啊，规场暗会唱甲抓袂牢，亲像伫咧迎妈祖，有够热烈的。退休曾嘉宾就基本，这应该讲真侪钱哦。我们要试问庄委员。这个广告花了多少钱？这个曾瑞雄开真侪钱买电视广告办造势暗会，曾嘉宾讲家己未收过车影，我一步一卡印。下仔啊，特别来到屏东妈祖庙宣誓，民进党清廉勤政的党德。签新律师，屏东前县长周启宏做见证，对曾嘉宾的质疑，曾瑞雄安尼应。有的人是用在看得见的地方，有的人是用在看不见的地方，那谁花得多？那真的还不知道。谢谢啊，曾水雄本人哈，谢谢他。民进党屏东县长初选，曾水雄、周春美、曾嘉宾小争大位。周春美坐车队扫街，曾水雄来到市场甲人博感情，曾嘉宾的牵手要来斗甲人博暖。伫咧选情上尾啊，拢是希望会当拼出好人气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